的大官到巴基斯坦要超停战，不过伊朗是要求爱停止攻击黎巴嫩，加上解除制裁，才愿意谈判。咱台湾恢复非洲伫这无疫情的国家，猪肉会当搁再出口。新加坡大商宣布恢复进口咱的青猪肉。国际宠物日，台北今仔日开放主人会当带狗仔坐大众交通工具，有牵锁啊，就会当坐捷运。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1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起先来看美国甲伊朗的大官，今仔日拢已经到巴基斯坦啦，是要来敲和平谈判。不过伊朗是要求嘛爱停止攻击黎巴嫩，加上解除制裁，因才愿意开始谈判。这双方要达成共识，恐惊是无遐简单。美国副总统范斯顺利代表团11日2架空军飞行机到伊斯兰马巴德。美方上届信任的巴基斯坦陆军元帅穆尼尔，也个外长亲身去迎接。前一天，伊朗国会议长卡里巴夫甲外长阿拉奇所率领代表团已经先到位啊。这场和平谈判将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战级上悬的美伊会谈，也是2015年伊朗协助协议了后，两国官员头一摆面对面。结果有关脆弱的2礼拜停火是毋是法度继续落去，也阁有荷姆斯海峡是毋是法度顺利来开放，缓解全球能源危机。双方伫会前各自态度拢真强硬。If they're going to try to play us, then they're going to find that the negotiating team is not that receptive. 伊朗代表卡里巴夫是伫社群写讲，华府进前已经答应解冻伊朗的资产，并且同意黎巴嫩停火。美国所讲的这必须爱先做会到，谈判才开始。伊朗代表团已经甲巴基斯坦官员会面，参详可能的谈判时间甲方式，也讲卡斯华府若互伊朗应该有权利的真正成捆的协议，伊朗准备要接受。不过，美国甲以色列拢否认即阵的停火协议包含这黎巴嫩。川普也发文呛声伊朗，除了利用国际航道对世界进行短期的供钱以外，根本无任何条件。即阵也有法度换条例，唯一的理由就是转来谈判。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讲，判断这谈判是法度伫11结束，为时也伤早，并且讲谈判无时间的限制。黎巴嫩问题真做负担一大变数。以色列为了煽动伊朗代理的势力真主党，设备扩大攻击，造成300多人死亡，上千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府宣布，下礼拜要伫美国华府甲以色列会谈，讨论以色列甲真主党停火，也个双方展开谈判可能性。不过，真主党甲以色列拢拒绝甲对方谈判。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国际石油的介绍油源是贵33，不过中油今仔日是宣布讲，后礼拜油价油源未起。对2月底战争到呾，中油吸收的金额已经达到107亿。除了这介绍的问题，大家也真关心讲，咱国内只有油甲天然气的库存是会当用到伫当时。经济部是强调讲，油船改走红海，而且嘛对其他国家进口，用到9月拢无问题。拜六下晡，塞车人来到加油站，对国际原油大起的惊吓已经慢慢降低，因为中油公司这礼拜阁宣布未起价，对下礼拜一13 0点开始到19暗时12点，汽油、柴油计价维持不变。92无烟汽油1公升32块4，95无烟汽油1公升33块9，98无烟汽油1公升35块9，超级柴油每公升是31块。是好消息啊，就看政府啊，因为这能 hold 多久也没有人知道，至少没有一直涨吧，不然物价就会一直上涨这样子。赛车骑车人把握小小幸福，根据7.3比原油指标，这礼拜降到115块9.9美金。中油分别吸收汽油、柴油是5块6甲7块半。不过对2月28到4月12，根据阿林上价价，也有专案平稳的机制。中油有股合计吸收金额是107.3亿。外界是关心讲，荷姆斯海峡也未恢复通行，无够的天然气甲原油是不是已经补足了？那我们可以具体的说，我们在无论是4月当然不用讲，4月都没有问题，到6月我们也都有排程。那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就是用绕到红海的方式，或是其他的地区的这个高流原油来做调度。经济部强调，俊地波斯湾一只已经装船的200万桶原油也伫排队等待出货，就算无顺利通过，要安排的替代方案，
分别是西京、红海，也有对其他国家来进口。就已经有甲沙特阿拉伯出的共识，经由西路每个月会有一只200万桶的中等原油运到台湾，上近5月就到位。也讲最近2天台塑2批汽油到台湾，中油又来自美国油轮靠港下游，安全存量有够，持续9个月拢供应无问题。政府吸收一些，那人民也自己吸收一些，透过这样的方式才可以让这个油价真的恢复到比较正常的轨道，区之间的一个差距可能就可以缩短。另外，天然气存量，经济部是完成6月份95%的调度量，也开始确认7月市场现货，也有8月到9月天然气调度的来源。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访问中国，将会见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过，伊的种种言论煞是引起争议。行政院长杜永泰是批评郑丽文规个挖向中共是错误的，是摕台湾的主权来侮人、损害国家。电视回归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穿金便衫加牛仔裤，来到北京的中关村科技园区参访。详细听对方解释新技术甲研发这个行程，伊讲特别指定要来，因为一定思考台湾后一个复国辛酸是啥物。今仔日伫中关村找到答案，希望两岸加强科技交流合作，也可以让台湾的产业全面的升级。我最常讲的就是你刚刚说的，两岸强强联手。如果两岸可以毫无政治障碍，那对人类的贡献不可限量。早起出席动工典礼，行政院长杜永泰指出，国民党主席提出建立两岸和平制度，也毋过为历史来看，西周香港模式最后拢证明模式的和平长期尾会失败，佮批评向中共一面倒，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错误的。中华民国的主权、台湾的前途，跟国人的自由民主生活，变成一种中国国民党主席拿去玩火的策略手法，而这样的既不利己又有损国家的言论，实在是玩火玩过了头。参加在约活动的副总统萧美琴也伫接受访问的时表示，中华对话是爱伫对等尊严的前提之下，更加呼吁朝野支持军国斡旋。历史上自古至今没有一个面临威胁面临打压的国家是透过弱化自己来取得和平那我们一定要强化自己的实力刘委会指出，中共表面释放和平信息，又按一直使用武力胁迫台湾，真正和平爱靠实力和合作。针对到英台省会过头的讲法，国民党也搁发新闻稿反批民进党两岸和平制度化，毋是省会而是避战。搁较认为民进党沿用两岸协议，刷反批和平是陷家己的嘴皮。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顶礼拜一受到认可，是非洲第一无疫情的国家，猪肉会当搁再出口。即阵又好消息啦，新加坡是正式恢复进口咱的青猪肉。去年10月，台中市表示非洲地震的病例，加在疫情无传出去，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也已经承认讲咱毋是疫区。即阵新加坡也正做头一个重新开放台湾的青猪肉进口的国家。农业部也表示讲会继续争取恢复消去菲律宾。来看诈骗的消息，就这20多岁女性，假作是好野人，伊搬厝美容做头章的钱拢共用写的，讲伊妈妈是过2天啊，就会对美国汇钱来，落尾人就失去联络。在中部、南部加起来，上无已经20个人去互关去。下晡也有一个受害者出面，讲这个人是已经安尼四界骗7年啊，提醒大家莫搁互关去。一寡人为这个少年的查某囡仔伫咧问详细，这个查某囡仔坦白讲，家己是老师，也是福业人囝，讲法是假。甲妹妹对美国转来台湾读册，请业者甲厝头家先出钱了后，叫老母对美国汇钱的讲法也是白贼话。每一个来帮助他的人都有跟我说，房东，他钱都没有给他。他的身份一直有变，他在我这边是富2代华侨，然后他在台中是荣总的实习医生，在埔里那边是实习老师，他都营造了白富美，就是高级知识分子。民众讲用相款的手法对去年底骗到即阵，也捌一个人，加做几来人，拢是经过先甲人牵，先甲人开讲出示信任，结果要求拜托人先出钱，也是拖延付钱，等到人爱伊甲钱付清，就找无人咯。说真的，我们对他也不能干嘛啦，只是说大家对，是让大家出来啊。不要有下一个受害者。昨下晡打电话要问这个查某囡仔，伊也无接。中部南部受害者加起来恐惊有20人受害，行业有一个美容美发业，也有
搬厝公司、空间整理师等等，一人平均哄骗1万到2万，部分受害者已经报案。律师是提示讲，若是拄到诈骗，尽可能愿证来保留网络对话截图，也是付钱的收据，这相关证据来告伊。也应该为着避免对方来脱产，向法院申请假扣押，冻结对方的财产。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中国的天眼系统监测民众的一举一动，是全球上界大的面无辨识监测系统。在英国伦敦，即阵也对咧做，讲是要抓罪犯，这2年已经抓到超过1500人。虽然讲这执法的效率确实有提升，不过市民也真烦恼，讲个人的隐私受到影响。伫咧伦敦，无论是坐地下铁，还是行伫咧路里，头壳顶拢有看袂到的目睭，当咧甲你看。世界拢有电眼会当侦测咱的面，甲警方的犯罪资料库连线。若发现通缉的盗罪犯，就会当当场抓人。这已经唔是科幻电影，是伦敦逐工共存的生活。Every time it goes and puts a box around somebody's head, it's doing a comparison against the watch list. You've got 16,500 people on the watch list today. How many people are you able to scan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do hundreds in a minute. So we've done this at large-scale events such as football fixtures, where you've got the game finishes, so you think you've got 60,000 seats stadium. 这台红色的车停伫咧街仔路，就是指挥中心。伫外口太平的警察就会拿到一支专用的手机啊，犯人若出现，手机啊就会随淡水嚟。When we deployed live facial recognition in Brixton, we arrested 17 people in about 5.5 hours. On average, it takes 1.5 to 2 days to look for and hunt down one wanted individual on average. 2年以来，这套系统已经帮助警察抓到超过1500个罪犯。警方会伫咧大型集会活动当中使用侦测系统。2025年诺丁汉嘉年华顶头，警方用这套科技抓到61个通缉犯，其中包括一个已经逍遥法外要10档的查甫人。目前英国计划伫咧全国装电眼摄影机，不过嘛有质疑的声音。Why should I be documented up and down the street? I want to be a sovereign, free human being. 目前伦敦已经变作是欧洲监控上严格所在，不过有足侪摄影机的功能足歹的，相关单位嘛准备这批设备升级，要安怎确保监控是因为安全，无侵害到隐私权，而且保障民众知的权利。市政府是毋是会当伫咧公共治安甲个人自由中间建立信任的关键？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转来看咱国内，台北市是增加一个带病入境的满病例，伊是捌坐捷运去信义区食饭，目前有383位接触者等咧接受监测。卫生局也有公布伊去过所在，若是准讲你有去过，而且身体无爽快，开始咧发烧、咧嗽，身体开始出痧，就要赶紧看医生。确诊的这个查甫人伫咧发病之前，捌对万丰车站坐文湖线，伫中华复兴站盘车去市政府站，搁再去信义区活动。台北市卫生局公布伊伫咧靠传染机的卡领。3月30，信义区餐厅食饭了，坐捷运淡水信义线伫大安站转车，等去万丰便站。计两天暗时出门去便利商店，4月初再去坐客运去市府站，暗时搁坐捷运等去文山区，有设去便利商店。初二尾暗甲初三中昼拢有去药房。目前已经匡列了383名接触者，而相关产业也已经完成清消。个案足迹重叠的民众，请自主健康监测18天。就医时也请主动告知接触史。台北市卫生局讲，出病会经过空气、水暖加接触感染，传染力正强。确诊的人伫咧出病的前后4天拢有传染到。这个查甫人自4月初一开始有亚型感冒炎，初三开始发烧加嗽，手面身体拢有红疹。看医生了，同步采检4月初8确诊。如果在密闭的车厢内，非常容易传染。得到麻疹的症状主要就是发烧、咳嗽、流鼻涕、流眼泪，从头、身体到脚出现一些红色的疹子。得到麻疹的人有时候会并发肺炎、中耳炎跟脑炎。医生建议30到60岁成年人，因为以前疫苗政策只敢做过一遍，建议一人各做一人，提悬保护力。因那60岁以上的族群，大部分拢捌自然感染过，身躯顶拢有抗体。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4月11是国际宠物日，台北今仔日是开放主人会当带狗仔坐大众交通工具。平常时这狗仔是爱关伫咧笼仔内底，才会当坐捷运。今仔日是有看守就会使上车。
不过要饲猫啊，也是饲其他动物的民众是望讲，未来唔那狗啊，其他的动物嘛会当开放。甲饲主同齐坐伫车厢内，这是一伙外的狗仔饭粒啊。第3摆坐云，拄到国际宠物日8节开行狗仔友善列车，唔免防装伫人仔内的饭粒啊表现稳定，多数无互破掉，也安静趴伫涂骹。它其实不喜欢在笼子里面，它会叫，所以我们平常不太敢带它做捷运。可是它如果出来，它就是也蛮乖的。我觉得这个活动的意义比较不是说饲主的方便性，让更多人都可以知道，宠物也是，就是现在都像家人一样。8节1年1班的狗仔友善列车，无需要事先报名就会当坐。沿途正常停靠各站车厢内使用，双沿空调离网。一日限定活动结束，会送回机场清消，搁换空调离网。皆为狗狗友善列车，欢迎期待或喜爱狗的旅客踊跃搭乘。出站了后，还可以当转接宠物友善公车，天气好，带狗仔坐车的民众百家乐乐等。我们都开车比较多啊，想说可以有公车，我们就来体验一下。人都要出去玩了，狗狗也要啊，刚好人跟狗狗一起啊，对啊，我觉得很好。这是活动限定宠物只有狗，针对饲鸟甲其他宠物饲主，基态比较，市府表示是咨询过专家才推行的政策。动物它有不同的特性，那其实我们有征询过专家学者，那一开始初步考量，因为猫咪可能是比较怕生，所以没有关系，我会请捷运公司再持续的深入来评估。台北市交通局也指出，目前台北市的狗仔友善公车已经有20条路线，会继续评估需求，增加开放的路线。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大理是有人甲真侪工地粪扫倒伫咧汉溪的旧溪路。民众是2月就已经通报市府，说是到今拢无人来处理，甚至这粪扫阁有增加的情形。环保局是解释讲，检警已经查到是虾米人倒的啊，因是会去问看检方迄寡证据，也就是粪扫敢莫阁保留落来，若是毋免，就叫当事人赶紧来清掉。真侪无爱滴的茶帮放伫涂骹，民众真不满。台中市大理区吉信路4块位啊，旱溪汇合道，当地人讲，今年2月有不少人士倒真侪民间废弃物，也搭工寮设平台，无想到过2个月，旧的废弃物也未清掉，又搁倒一批新的来咯。第一热人啊啦，第二要热人会做水灾防护啦、网塘啦，你要叫百姓免啊甲，我都一直期待政府期待甲讲爱。环保局我2年。社区发展协会讲，这所在边坡是个有地，早伫旧年3月就外地人来遮倒物件。今年过年前后是更较严重，也伫河道顶面搭红门土甲茶的这个平台，下面放更加侪废弃物。所来水灾期就要到啊，公安甲环境卫生问题，互人是真烦恼，怀疑政府的公权力拢无一平。像这里就是完全是，就是迅雷不及掩耳就被人家弄成这个样子嘛哈，市政府应该出面来把这里，除了公权力进来以外，应该也要让居民觉得说，我们很愿意来保护自己的家园。台中市环保局讲，本来才有检察官指挥保7总队来侦办，已经将合行为人，新增加废弃物部分会来通报警方，所来会发公文予检方确认现场是不是需要保全这个证据，若无就是要求行为人爱清掉恢复原状。那我们会跟地检署来询问说，是不是还有证据保全的需要？如果说没有的话，那我们会要求这个相关人来进行那个废弃物的清理。环保局稽查大队讲，后续会伫当地设置监视器，加强现场的环境监控，来防止搁再发生违法乱弹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的香山运动馆是去年8月才启用，不过无1年，这游泳池的天棚都已经翘起来3个角落侧。市府是讲会赶紧请厂商来处理。民众趁假日休困来游泳池运动，不过边仔水疗池顶悬的天棚有落擦又有西高。当地议员指出，才启用无1年时间，香山运动馆竟然出现这款状况，要求市府相关单位应该负责任。游泳池旁的水疗区，它的天花板大面积的剥落、发霉，漆面甚至直接掉入池里，这是公共卫生的严重危机。当初的防潮工法和验收到底有没有做好把关？是否应该要立即要求厂商来在保护期限内做好维修？对我来讲是不太影响的，只要没有安全上的顾虑，我觉得都还好。我是有听人家讲说这样，可是我没有觉得可能就是小部分有怎么样的。议员讲有家长反映带囡仔去参加游泳课，说因为游泳池无药剂通用，迄日水质无合格，造成停课，害大家白走一抓。市府回应会要求厂商赶紧改进。
市府已请厂商规划进行改善修补，并同步因应材料特性或环境因素，如高温、高湿等原因，要求厂商依契约负起保固尽速完成修复，确保设施品质符合应有标准。市府指出，后续会针对油源地欠点，要求厂商赶紧进行相关改善工程；来针对部分缺失，要求相关单位要做好管理，好民众一个舒适的运动环境。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台北富邦勇士篮球队今仔日甲明仔载2天，要伫咧台北小巨蛋甲球星林志杰举办引退赛，预计是有27000人入场见证。早家己做手帮，由查某囝提表代支持40多岁洪先生，为了见证林志杰引退赛，透早为中华赛车酒吧直接去小巨蛋。我们跟他年纪是差不多的，对，一直看他一路从所谓的基隆球王到现在，过了6年在 SBL， 然后10年到大陆去打球，然后最后这6、7年回来，对我们觉得我们是同一个世代的，他是我们一个偶像，所以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球给志杰。蔡小姐是高中就开始介意林志杰，无管是国家队后来为中国 CBA 登到台湾加入富邦勇士，一直对随最后的引退赛买6012块的票，坐伫海景第一排。谢谢你为台湾的篮球付出这么多年，然后很开心有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球迷一直见证野秀生涯最后一场，负责开场表演的富邦 Angels 也讲心情复杂，因为林志杰当年伫比赛场拼战的身影早已经侵入心内，今嘛伊的引退时刻，互人真歹接受。有点不真实，就是你要想象的，就是未来就是看不到杰哥在场上这样子挥洒汗水的样子。比赛前的练球，林志杰一场就是焦点，不过伊静静的热身球筋，进前已经表明比赛前无接受访问，就是要专心准备比赛甲引退相关的代志。中国联科真地讲，希望林志杰这2日会当无留遗憾，伫比赛场奋战，也发声幸福家己讲。还是要考虑到现场全部帮他买票，想要进来去见证他，就是应该对他致敬的这些球迷，所以我会帮助球迷，然后能够给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观众看。好金地透露，因为球队当初伫将季后赛的关键时刻，林志杰希望以球队胜利为优先，不过伊认为爱同时兼顾现场观众期待，甲林志杰讲都是爱走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玻璃仔做伙来看卖。北部地区22度到32度，中部地区21度到31度，南部地区21度到32度。东部地区22度到30度，外岛地区18度到28度。做伙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